第一章路中心。小木啱啱行出地鐵站，就見到一個個黑色嘅腦袋向住唔同方向移動。而每次當小木嘗試去睇清楚嗰啲人個樣嘅時候，佢都總覺得佢哋都係一樣樣，一樣咁繃緊，一樣咁世故，一樣咁空洞。小木喺馬路口未有留意燈號轉綠，仲企喺度發呆，身後就突然有人撞咗佢一下，令佢爭啲跌低。佢企穩之後回過神，就好似開咗個掣咁急步行走，以免俾後面黑蚊蚊、綿延不絕嘅人潮淹沒。人哋話呢個城市好有活力，市民連行起路上嚟都會捲起一陣陣風，每個人都唔會浪費時間，都好似有非做不可嘅事情要去做。街上雖然路窄，而且人多，路人並肩咁行，但係又從來冇觸碰到過對方，亦都冇望到過對方。對於好多人嚟講，路人就只係路人，只係幾百萬人入邊嘅一員，只係走馬燈嘅風景，只係一個欄杆、一條燈柱、一件死物。而小木行得更加比所有人都要快，一路超越咗一個又一個路人。其實佢冇打算要節省時間，亦都冇乜非做不可嘅事，佢只係想逃避呢一段令佢思考嘅時間。小木覺得，當佢由一個地點步行到另一個地點，其中實在有太多時間俾佢個腦轉動，而佢害怕思考，一思考就頭痛，所以佢想要盡快返到屋企，結束呢場可能令人思考嘅運動。佢行咗10幾分鐘，終於到屋企門口，一推開門，門外微弱嘅光線稍為照亮咗屋入邊嘅佈置同家私，再閂翻門，又回復到佢永遠都唔能夠適應嘅昏暗。佢摸住道牆，打開燈，然後除鞋，將佢嘅外套滑落地下，再沿住狹長嘅走廊走入自己間房，跟住就攤喺張床上面。小木喺床上面將被冚過頭，亂住身體，望向被竇入面嘅幻影。喺呢片黑暗之中，佢隱約見到遠處有10幾條白影喺球場上面左右移動。佢哋喺度等波，定係喺度等人，定係球賽，甚至都仲未開始。佢戴翻好眼鏡，先發現原來只係一個個白色嘅指示牌，佢哋全部都指向同一個方向，但係嗰個方向乜嘢都冇。佢儲足精神之後，終於揭開張被，好疲累咁落床去沖涼。小木打開水喉，岳高頭對住花灑，嗰種窒息嘅感覺令到佢淨係想打開口去呼吸，咁佢就可以唔需要去諗其他嘢。咁亦都可以任由各種感覺衝向自己，令佢想喊，令佢無力。佢中意呢啲感覺，所以佢中意沖涼，甚至經常企喺浴室入邊，唔記得要離開。啊，好熱！叮一聲之後，佢伸手攞翻嗰碗隔夜飯，發覺啲飯都變咗飯焦黐埋一嚿。於是佢就用匙羹一路攪嗰碗飯，一路對住啲飯吹氣。而水就繼續沿住佢嘅頭髮同身上嘅皮膚慢慢滴落嚟。熱都好，總好過凍。熱總會變涼，水亦都總會乾。呢個時候，窗外面嘅霓虹燈着咗，殘到小木雙眼都有啲痛。佢擰轉面，將個碗搬去電腦台上面，望住電腦屏幕，大啖大啖咁將辣口嘅飯都吞落肚。實測時下年輕人懂得嗎？5分鐘教你發達。調情的方法如何達到高潮？什麼什麼樂隊這一個 MV？這個樂隊另一個 MV。你知道嗎？你見過嗎？有些人是這樣做的。你學會了嗎？原來一直以來你都做錯了。呀哈哈哈哈哈！太厲害了！竟然想不到什麼？你媽？哇哇哇！哈哈哈哈！美國的陰謀。解說5分鐘看完一套電影，然後你不用看了。什麼？想做什麼？哎呦！哈哈哈哈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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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這樣做的菜真香，真香，太好吃了。就是要這樣做才對。我跟你說，你絕對不會知道的事。太棒啦！最受歡迎嘅偶像。太
太魔性了，绝对不能不看。3分鐘跟你說這座城市的興衰史。小木食飽嘅時候已經係凌晨，佢再次攤返喺張床上，呆望住天花。希望佢可以細力啲閂門。第2章午夜裏，晚上11點，樂賢喺街道上面行返屋企。佢一邊行一邊望住自己着住高踭鞋嘅腳尖，覺得每一步都行得好奇怪。呢一步行大步咗，下一步腳掌又有啲彎曲，越行越唔耐煩，心入邊無名嘅怨恨亦都同時擴張。點解要咁樣對我？點解要對我咁差？點解佢唔睬我？點解你哋唔認為我比較好？點解你認為佢做得比我好？我對腳長過佢，我頭髮靚過佢，我聰明過佢，我比佢，總之我應該比佢好。我應該要俾所有人追，佢哋應該要俾我迷住，望到我實，喺我經過嗰陣失魂。佢哋應該每日攞住花，用唔同方法送俾我。點可能唔中意我呢？我咁叻、咁靚、咁特別，呢個世界淨係得我一個樂賢，獨一無二，就好似公主一樣。只係我行路嘅樣有啲怪，表情有啲怪，講嘅說話都係有啲怪。即使佢哋冇講出口，我應該有啲怪。我算唔算係佢嘅朋友？佢同我講好多嘢，佢同我分享零食，佢同我講人哋嘅是非。我有佢嘅秘密，但係我可唔可以信佢？多幾個人喺度嘅時候，佢淨係敷衍我。呢個八婆會同所有人調情，所有男人都會同佢調情。雖然佢哋都會同我調情，但係我知佢哋最想嘅係同佢調情，而我只係一個次要嘅調情對象。佢擁有我所冇嘅嘢，我憎佢，因為我妒忌。呢個就係我比佢差嘅證據。但係我需要收埋呢種憤怒。街道上堆滿雜物同廢物，伴隨住樂賢手上鎖匙嘅碰撞聲，佢嘅影子同裙擺喺地上晃動。樂賢行過幾個陰森嘅街口，就到咗住所樓下。鐵門果然又已經打開咗冇鎖到，門鎖甚至好似都壞咗。而佢冇咩疑慮，反而覺得咁樣唔錯，因為咁樣自己就唔使嘥力去開門。於是佢收返手上嘅大門鎖匙，一級一級就踏上樓梯。樂賢細個就同屋企人搬嚟呢度，細個嘅佢好驚踏入呢度鐵門，成日幻想有人潛伏喺樓梯間。佢用咗好耐時間先有膽自己一個行入去返屋企。生鏽嘅門柄、忽明忽暗嘅燈、破碎嘅梯級、牆身嘅崩缺同埋上邊不知所謂嘅塗鴉，樣樣都令細個嘅樂賢厭惡卻步。而當中令佢到而家都難以適應，最難受嘅就係呢度嘅氣味。沿住樓梯見到嘅煙蒂、鋁罐，仲黐住食物嘅包裝紙、帶污漬嘅廢紙、曱甴嘅屍體，有時仲有排泄物。佢哋各自散發住潮濕嘅臭味，通通混埋一齊，化為同一種氣味。由細到大，樂賢都無可避免喺4層樓梯之間呼吸住呢啲腐臭。行完樓梯，樂賢打開屋企大門，喺屋入邊攝手攝腳咁行，經整醒隔離房嘅父母，然後慢慢閂上房門，先深深呼一口氣。佢解開首飾，除咗衫，跟住坐喺床邊，痛楚就喺呢刻傳嚟。佢用雙手撐住，慢慢將身體瞓喺床上，腳掌同埋小腿、腰同背脊、膊頭、頸同頭，佢逐個部位去感受住全身嘅痛，再逐個部位去放鬆，但係肌肉又自己再收縮起嚟。佢將腫脹嘅腳擺到枕頭上墊高，雙手放喺小腹上，然後望住自己對腳，用腳趾喺空中喐咗幾下。佢覺得自己係一條魚，魚只需要左擺同右擺2個動作就可以前進。睇落好簡單，但其實係至重要，因為前進先能夠呼吸，前進先揾到食物或者暫時嘅庇護所，所以佢哋唔能夠停低，而被呢種無可奈何嘅天性驅使住。喺無限嘅海洋裏面，聯群結隊嘅魚群光輝閃爍，令人向往。
又有孤魚甘心喺浩瀚大海我行我素，係不見天日嘅深海之中尋找只屬於自己嘅歸宿。逼埋一齊嘅魚群會唔會覺得痛苦？孤身上路嘅魚又會唔會覺得孤獨？喺樂言嘅想象之中，千萬大小魚類同為一體，佢哋終會喺相同嘅海洋相望相遇、相食，然後相忘。而孤獨止於相忘，所以最終就不再寂寞。樂言嘅眼皮終於頂唔住疲累，悄然垂落。